似卡哇故事裏面其中一條重要嘅主線就係黐仔去考除草考試啦。而呢個試到底有幾難呢？同埋點解小可愛一族要去考呢個試呢？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因為咁樣就可以俾到我更加多動力去製造似卡哇嘅影片俾大家睇啊！首先，我哋簡略講下似卡哇世界觀裏面有嘅資格證啦。喺似卡哇嘅世界裏面，冇大家想象中得咁無憂無慮噶，做好多嘢都其實需要資格證。除咗喺動畫出現過大家熟悉嘅除草資格證，喺盔甲人啲鋪頭工作需要持有嘅超級打工仔證，同埋飲酒需要嘅飲酒證之外，唔知大家仲知唔知其實似卡哇嘅世界觀仲有車牌嘅呢？喺日本週刊 Morning 嘅2023年8號裏面就獨家連載咗一個小短片，裏面講述下似娃咧同黐喺個逆時車站度見到海賊老師喺度洗緊佢架車塊黑玻璃。呢個時候下似娃咧都話想考翻個車牌啊，而黐就幻想到佢第日揸車嘅時候係咁炒車啊。究竟點解除草呢份工需要資格證呢？因為其實除草係一份又可以係簡單又可以係困難嘅工作嚟。呢份工係一份高風險高回報嘅工。盔甲人係會根據除草嘅難度嚟劃分唔同嘅區域去俾啲小可愛工作。除草呢份工同討伐一樣，都係難度越高，獲得嘅報酬就會更多啊。隨住區域難度提升，需要嘅除草知識都要更加高，所以盔甲人就制定咗個除草資格證制度，嚟透過考試測驗小可愛有冇去高難度地區除草嘅資格。其實喺似卡哇嘅世界裏面，即使冇除草證都可以進行除草工作。我哋喺故事裏面見到黐，即使冇5級除草證，但係佢都係有進行一啲簡單嘅除草工作。而黐想考5級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想去一啲難度高啲嘅地方返工啊，提高收入就可以送禮物俾佢啲朋友仔啦。除草資格證係分咗5個級別，第5級就係初級嘅除草資格，而第1級就係最高級嘅除草資格啦。喺動畫裏面，我哋目前知道下似娃咧係持有5級嘅除草資格證，張證件嘅顏色係白色。同樣係主角團嘅烏沙基就有3級嘅除草證啦，張證件嘅顏色係金色。而目前我哋仲未見到2級同埋4級嘅證件究竟係點樣樣。不過1級嘅證件其實係有登場過㗎，喺一個 Sanrio 同埋似卡哇嘅合作商品裏面，布丁狗就 show 咗佢張1級除草資格證出嚟。原來1級嘅除草證係彩色㗎，真係好靚啊！咁到底除草資格嘅考試係考緊啲咩嘅呢？喺動畫同漫畫裏面，我哋可以從下似娃咧出題去考似卡哇嘅時候得知，裏面嘅題目大概係考緊對於唔同種類草嘅認識、除草嘅方法，同埋應對危險種類草嘅辦法。喺我做緊資料搜集嘅時候，我順便揾咗幾題喺現實關於除草同埋處理雜草嘅問題嚟俾大家睇下識唔識做。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喺度暫停做呢3條題目，我會將啲答案放喺留言區度，到時記得留言話俾我聽，你哋做啱咗幾多題啊！順帶一提，喺小可愛嘅世界裏面，其實都有得考模擬試㗎。呢啲模擬試係由其他小可愛負責嘅，佢哋會喺路邊擺攤俾啲考生嚟考試，然後即場同佢哋講返個成績。唔知大家知唔知道5級除草試嘅合格率係有幾高呢？我之前就睇咗一個叫空想科學研究所嘅日本 channel， 佢哋就利用動畫出示咗嘅榜單粗略估計個合格率係 68%。咁到底 68% 嘅合格率大概係一個咩嘅概念呢？我哋就攞一個香港人都有聽過嘅日本語能力測驗嚟做一個比較啦。我哋會攞 N5 嚟做比較，因為 N5 同除草5級都係一個初級試嚟嘅。N5 嘅合格率喺近年都係維持喺大概 50%， 而根據調查顯示 N5 喺非漢字地區嘅學習時數大概係325至600小時。雖然我哋睇落除草考試嘅合格率係高過 N5，
但係保守估計，其實除草考試都係要一定時間去溫嘅，唔係隨便攞考就可以過到嘅事。仲有呢個68%，只不過係由一格動畫裏面估計出嚟，淨係攞嚟做參考嘅啫。希望唔好激親讀 stats 嘅朋友仔啦。最後無論如何都好，希望黐仔有朝一日可以順利通過除草5級，然後賺多啲錢買森林家族公仔送俾下次娃咧同烏沙基啦。